无敌勇气，只要你有很大的慈悲心。修道人最大的条件就是慈悲心，慈悲心最大敌人就是自己。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，很难的。我们愿意的，很多事情都可以过去的哈。刚刚同学讲过了哈，练习哈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立刻哈的振奋人心的影片，因为1个半小时给他看一些影片。你生命艰难吗？你绝望过吗？在办道过程中，你有想过放弃吗？我是 B 的妻儿。后学，请问一下，后面的前前后学要念出来吗？要哈，好，那我再帮你们念一下。刚刚那个你们可能没有听到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了，我们立刻说，我是命运的弃儿，在别人眼中的废物，但我仍然怀抱着希望，追逐人生的精彩。人们问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我只回答，为什么不能？就算我生来没有手没有脚，并不代表我不能成就事业。我爱多彩的生命。可以踢球，可以打足球，可以跳舞。水，我没有手跟脚，幸好还有这个脚趾头。它能写字，还能够1分钟打43个字。它还能打鼓，哇！怎样酷吧？生命总有笑不出来的时候。8岁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将来怎么面对我的人生？永远不会有人给我工作，永远不会找到人生的目标，没有人会嫁给我，甚至不能握住爱人的手。我觉得无助，我想要自杀。命运对我太不公平，生活把我推倒在地，就像这样。我现在摔倒了，脸朝着地面，没有手也没有脚。我不可能站起来，尝试了100次，却摔倒了100次。如果我放弃退缩，我还能站起来吗？不会，我会尝试着学着坚持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不服输，总有一天会重新站起来。好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知道，如果我们愿意坚持，愿意投入，愿意学习，没有不难的事情。当然，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呢问他的老师：“老师啊，我有什么办法才可以变成一个画家？”老师又问他：“同学问你，你一天有画过300张图丢掉的吗？”同学没有。你没有一天画掉300张的图，你如何成为一个国际画家？有一个同学问老师：“老师啊，那个萨克斯风吹得这么好，有什么方式呢？我可以上到国际舞台去吹萨克斯风呢？”老师就说：“你吹破了几次的嘴巴？你吹破了几个口嘴？有没有那个嘴啊？那个嘴？如果没有，你没有办法上到舞台。为什么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就知道练习怎样再练习是一定的道理。那透过哪里？你愿意学习？譬如说你在悲痛的时候发生什么问题，你来问钱钱。”怎么来处理是很重要的哈。好，再来呢，一位真正的修行者呢，是看对方的影响力。道心对你有1分的恭敬心，就有1分的教育；10分的恭敬心，你就对他有怎样10分的教育。我们常常在想，奇怪嘞，点禅师的一句话跟我们的一句话一样是一句话，那个效果差很多，有没有？很奇怪哦。如果老师的一句话，那就更恐怖，不是更有力量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是的，所以呢，这是很重要的哦。当然，这里有一个故事呢，要来送给大家，也是悲痛里面的内涵。当然，有一个小朋友呢，他呢，爷爷呢送他一只乌龟啊，哇，他看到乌龟很高兴，他就拿着棒子去敲那个乌龟的背，哇，那个乌龟呢，整个手伸出来，头也伸进去，都缩到里面去了。缩到里面去的时候，那小朋友一直敲，出来，这样子，乌龟出不出来？不出来。爷爷看到，不是这样子啦，这个智慧的爷爷就拿了一块布，然后呢暖炉放着，把那个乌龟放上来。乌龟在这个暖炉上面舒不舒服？
好吧，生不生出来？生出来了。爷爷呢就跟他的孙子讲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人家听你的，你要给他关怀，你要给他温暖，你要关心他、照顾他，而不是怎样要求他配合你，这是不对的哈。所以很重要的概念，所以呢要对人关怀。以身作则，服务整齐哈，然后呢，仪容端庄、应对得体、举止高雅、礼节周到，为班员道亲的模范。就是你要带领他的时候是很重要，尤其呢，我们在对陪同的时候，后续呢跟大家分享哈。